好，各位家長好啊！我係潘 Sir，今日咧就好高興咧，我請到一位專家過嚟，年青但係又好專業嘅一位海外升學嘅專家。咁但係點解要揾佢過嚟咧？原因就係近排大家都知咧，直資咧其實就快咧放榜啦。大家揀唔揀咧？其中一個關鍵都係諗緊國際學制。嗱，過往通常我分析國際學制咧就講緊現況，大家點讀嘅。但係出路又點咧？其實好少掂，因為我唔識啊嘛。咁但係而家咧，我揾到位專家過嚟咧，就可以講講原來國際學制未來嘅出路。究竟係點呢？呢個其實我覺得家長揀嘅時候咧，都應該要考慮埋嘅。現階段我諗第一步，梗係要介紹咗我哋今日嘅嘉賓先啦，就係阿 Brian。Hello 潘 Sir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好多謝潘 Sir 咧，俾我呢個機會咧，咁可以大家討論咧一齊香港學生喺國際課程上面有咩優勢啦，咁啊可以帶一啲資訊俾大家。除咗喺本地升學之外咧，去到英國甚至係美加咁啊升學咧有啲咩出路？我自己咧就係美國畢業啦，肯定會帶嚟美國資訊啦。咁但係而家人咧，我係喺加拿大嘅。Brian 啊，我知道咧，香港國際學制咧，大家咧越嚟越咧重視嘅。咁好似你自己都做呢一個嘅分析咧，都見到其實係咪即係去海外升學或者用國際學制嚟係去繼續學習咧，繼續升學咧係一個趨勢啊？係啊，係一個趨勢嚟嘅。你見到我呢個 notes 啦，幫大家整合咗啲資料啦，咁啊見到咧全球嘅國際學生咧一路係上升嘅。咁其實咧呢個圖表咧就見到咧，尤其是咧係喺亞洲啦、East Asia 啦、Pacific 啦或者係 South Asia 咧個上升咧嘅趨勢咧係多，而且數量咧係亦都係好多。咁即係反映到咧越嚟越多嘅亞洲學生，最多嘅學生咧咁其實係嚟自亞洲，咁啊甚至係中國係 Top One 係國際學生嘅第一啦，散落唔同世界各地啦。咁明白嘅，就咁係啦。因為香港都真係嘅，即係大家都揀呢個 IEL 啊或者 IB 咧，其實最終好多都走咗去海外升學，咁所以呢個都係家長揀學校其中一個嘅出路啦。咁但係我哋就成日都喺度諗嘅，即係啲家長咧就諗啊，其實國際學制個出路係點咧？咁嗱，我係做本地即係好多時一啲嘅即係分析嘅啫，但係海外我就唔係好識啦。咁我想睇一睇阿 Brian，你可唔可以話俾你聽，其實 IAL 同埋 IB 呢兩個主流喺直資嘅國際學制咧，其實真係將來出路，譬如佢去海外升學有咩優勢咧？第一啦，咁啊當然係選擇多啦。咁我呢度 looks 咧已經其實提到咧，淨係美國咧都有4000多間咧咁啊高等教育嘅院校嘅。當然最出名長春藤嗰啲大學啊，同埋好多私立嘅大學咧都其實係認證嘅。咁咧已經幫大家整合咗咧，就係大家到時咧撳一撳呢條 link 咧，就會睇到咧裏邊有咩大學咧係其實係IAL 係認證嘅。咁今日咧我想講咧 focus 多啲咧，就其實係加拿大嘅。咁因為咧加拿大咧，其實香港人咧就可能唔係咁熟悉嘅，因為主要咧香港人就英國當然係第一位啦，咁啊美國就第二位啦，頂級嘅大學都大部分喺美國啦。咁啊加拿大咧其實咧亦都可能大家忽略咗，其實係多㗎。其實咧加拿大嘅大學咧排名亦都好高嘅。咁一陣我會講到咧，其實咧有啲咩大學咧係 IEL 喺加拿大認證啦。我而家先提到咧最重要咧嘅一個 focus 咧，就係其實呢段嘢咧係我喺佢哋嘅官方文件度咧Pearson 嘅官方文件度摘錄咗落嚟嘅。佢哋係講咗咧係 student with A levels 咧，其實係等同於高過係甚至係高過加拿大中學畢業嘅水平嘅。咁即係咧家長可以放心啦，你嘅仔女讀完 IAL 咧，你嘅水平咧係高過加拿大咧一般畢業嘅中學生嘅。咁啊大學咧就會睇到，誒你揸住 IAL 即係甚至係好過我哋本地學生啦，咁就自然其實咧係冇咁熟嘅，傾向收佢哋多啲係易啲嘅，係鬆手啲嘅。其實係香港咧係其實佔好多呢啲國際學考試咧係佔好多好高嘅 percentage 嘅喺咁多國際學生裏邊。咁所以咧其實咧啲考試官啊、面試官啊見到咧，其實係對香港學生其實係幾熟悉嘅。其實香港同加拿大嘅關係係幾密切㗎。加拿大亦都有官方文件睇到㗎。咁啊喺香港 active 嘅 Canadians 係有88000人嘅，其實唔少嘅一啲都。咁所以 IEL 其實去到加拿大度咧，反而咧即係俾當地人嚟講咧，佢變咗係有優勢啦。如果我哋香港嘅係啦，係學生攞住呢個成績過去學，咁啊原因咧點解咧？係因為加拿大其實係英聯邦國家嚟嘅，咁所以佢對於英國嘅即係嗰個 exam 嘅 system 咧係好認受性好高嘅。咁所以你見到咧，佢哋 U15最出名，其實叫最出名嗰15間大學咧，加拿大咧就係 openly recognized A level 嘅，即係 IAL 嘅，就係講埋㗎啦。咁咧你可以即係俾埋個網址你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啦。咁就港人最熟悉嗰3間咧，就加拿大三大咧 UBC 啦，UBC 係最多香港人去㗎啦，一定。咁就跟住係呢個 UT 啦，而家係越嚟越多香港人去嘅，因為呢幾年過嚟加拿大嘅人咧，大部分其實係嚟咗多倫多嘅。仲有麥嬌啦，
McGill 就係 Montreal 嘅，都 openly accept 嘅。咁但係咧，因為佢喺 Quebec 啊，咁就可能佢哋收生可能會有少少佢哋自己嘅特色啊。當然如果你好高分嘅，咁啊度度都收啦。咁但係可能咧有啲 application 嘅問題咧，或者 visa 嘅問題咧，可能要大家要小心啊。呢幾間咧排名都好高嘅。一陣我哋講到 IB 嗰陣時咧，就會整合俾大家睇咧，香港人咧仲有啲咩優勢啦。潘 Sir 非常好啊！你見到 IELTS 嗰度咧，好明顯，我哋用 IELTS 咧又有一個優勢喺度咧，就比本地學生咧就係好似認受性係高咗喎。咁 係啊係啊。IB 咧，IB 大家都好熱衷嘅喎。咁 IB 喺你哋嗰邊有好大嘅優勢咧？啊都有㗎，咁咧我有整合咗呢啲資料咧，去 IB 個網站咧就抄咗一輪啦。講咗先啦，咁啊香港咧其實有72間 IB school，咁啊美國有1921間啦，咁啊加拿大咧有382間。咁其實呢個數字咧係反映到啲咩咧？最自然直覺上咧就係反映到咧當地嘅家長同學生咧對於呢個 IB 課程嘅需求有幾熱切啦。咁啊你睇到香港彈丸之地竟然有高達72間嘅 IB school， 咁啊其實咧呢個數字咧其實係香港睇落特別誇張嘅，因為咧美國咧1921間咧，或者加拿大加拿大嘅382間，其實已經係算係 IB school 嘅大本營嚟嘅。咁咧佢哋咧就係大部分嘅大學啦，已經係接受 IB 嘅。咁啊美國當然唔使講啦，年年大家香港家長都聽到啊今年 IB 放榜啊，有幾多個考滿分 IB 去咗美國邊間好出名嘅大學啊！咁呢度其實就整合咗啦 ，IB 自己去整合咗啦。咁啊呢個係其實已經係最新嘅資料嚟㗎啦。咁啊已經係要去翻14年㗎啦。咁咧佢自己咧就講啦，就係即係 IB 讀 IB 嘅 acceptance rate 咧，其實係比傳統一般你考 SAT 或者考其他試嘅即係嗰個 total acceptance rate 咧，其實高咗唔少㗎。尤其是見到 second tier 嘅 school 啦更加啦，咁啊 first tier 都增加唔少㗎，都增加好都差唔多1倍啊！你見到個成數，只要你入讀 IB 咧，基本上咧你唔係讀得太差咧，你已經有個天然優勢喺度啦，就係去考呢啲。就好多大學會收啦嚇。係啦，好多大學。特別喺海外升學嘅時候。特別海外升學啦，尤其是美國啦，咁多選擇係咪？加拿大亦都選擇唔少嘅，你要有300幾間 IB school 啦。你問我哋可以俾翻個 look 咧，就大家 click 一 click 呢條 link 咧，咁啊見到咧即係 IB 咧喺加拿大咧係咩情況啦？咁啊我整合咗幾間大學俾大家嘅，咁啊當然港人最關注嗰幾間啦，McGill啦，三大一定喺度啦，McGill啦，咁啊。排名去到24㗎啦，咁啊 top 30、top 20呢啲浮動咧，咁啊咁上下㗎啦，咁啊全球排名咯，頭先嗰個係啊，全球排名嚟㗎啦。咁啊嗯有陣時即係啲排名好死㗎啫，係咪？即係有幾個唔同排名啦，咁啊都係咁上下，都係即肯定係最前嗰0.0幾%㗎啦。你講到係咪？頭20、頭30都係差唔多嘅啫。其實 top 50我都覺得差唔多㗎啦。即係你當然講到你頭10咁啊，可能係即係另外一個層次啦，已經講到係牛津、劍橋、哈佛嗰啲啦，係咪一定係最頂尖啦？咁但係打落嚟嗰啲其實都係非常之好嘅大學咁啊，有 UBC 啦，排50，咁近年好似升咗添啊，因為呢個可能數據係已經可能去翻係19年20年咁樣，大家可以睇到UT 啦，UT 就University of Toronto 啦，多倫多大學啦，咁啊非常之出名啦。近呢排咧就係其實係熱門科目咧係讀 AI 啊，非常之厲害。佢哋有頂尖嘅 AI 科學家喺 Toronto 啊。咁啊 Waterloo 啦，頭先同阿潘 Sir 講到啦，排名都好高啦，就講science program 好犀利啦。咁啊其實好多國際學生個有趣嘅係咧 Waterloo 咧，即係因為好多好多亞洲學生啊，好多亞洲學生咧其實係即係。讀 science 嘅喎喺 Waterloo，咁啊形成咗一個 Asian community 咧，就係啲亞洲嘢咧就好好食嘅，咁就學生去到咧就唔使驚冇得食啦。咁啊，即係體驗下先得喎呢個係，去到校園裏邊啊。係啊，但係前提係大家如果唔驚凍咯，咁 Waterloo 都幾凍啊可以，咁啊不過係即係非常之好嘅大學嚟嘅，咁啊讀 science program 有 math 啊咁啊都好出名嘅。跟住就 York University 啦。咁就呢間 York 我知道阿 Brian 你同佢哋好友好嘅喎。係啊，我哋嚟緊有個 summer camp 咧，就係會可以俾學生到去大學裏邊咧，直情係有 professor 帶住啦，做下啲科學探索啦，咁啊俾學生家長即係俾學生感受一下，即係喺讀外國嘅大學係咩一回事啦。咁啊係啊，我呢個活動好嘅 Brian 係好嘅呢個活動，因為你諗下，其實算我哋讀國際學制，最終去海外。咁遠嚇，你諗下加拿大，譬如而家我同你真係啱啱12個鐘咧對住嘅，咁其實家長都擔心嘅，適唔適應啊？咁我覺得其實真係有時可以早少少咧，通過一啲短期嘅遊學啊、旅程啊，令到佢哋體驗咗先。咁因為你知啦，即係加拿大係嘛
美國都喺另一邊噶嘛，而家香港人比較熱衷可能係英國啊，係咪有咁啊另一邊噶嘛？咁大家都要去學習適應嘅，我覺得係。我哋3月22號咧，我約定咗你嘅，因為我想你係哋幫手咧，繼續分析多啲直資或者係直資裏邊嘅國際學制嘅未來嘅出路。咁亦都我知道咧，你亦都帶埋咧頭先資訊就係話咧，原來可以體驗咗先海外一啲嘅大學生活。甚至可能好似話可以體驗埋海外嘅高校嘅生活，即係係啊，嗰啲係啦，係啦，高等院係啦。校嚇，係啊，係咪啊？係啦，我哋都會有英語課程。咁其實我真係好開心呢，即係之前我就即係冇幾耐之前就好興奮咁啊，同潘 Sir 提到我哋帶嚟呢個 product 啦，咁就好興奮就可以帶俾香港嘅學生家長就可以即係有個體驗啦。咁即係點講呢？即係我嗰個心情呢，係如果我諗，如果我當時都有呢啲可以參加呢啲就好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如果當時我可以咁樣可以試下先。咁啊唔使咁彷徨啦，係咪？咁我好開心可以俾到學生家長可以有個體驗咁樣，即係唔使即係慢中即係去海外留學，尤其是咁遠。即係 even 你講到今日科技發達啦，咁但係你去到咁遠嘅地方都係會擔心噶嘛。咁有呢個咁嘅體驗呢，其實即係試過呢，就真係會安心好多嘅。即係學生亦都知道有咩回事，家長亦都知道咩嘢一回事咁樣咯。咁就好高冇錯。興可以即係同潘 Sir 分享到呢個即係為香港學生帶嚟更多美加嘅資訊啦。唔該晒 Brian，咁我諗我哋就約定咧3月22號嚇，我遲啲都會出個宣傳，你俾大家知道咧。我分析直資中學現況嘅時候咧，仲多埋你呢位專家過嚟咧，分析埋佢個出路。而今次就唔係再我自己喺本地紙上談兵啦，有埋你真係身處喺加拿大、美國嗰邊咧，就睇到你嗰邊嘅現況。咁家長可以早少少知道，然之後再喺今日6年前咧，即係未來升學6年前嘅時候已經可以咧多咗更全面嘅資訊。咁啊，感謝 Brian 哋，咁就我哋約定3月22號，我哋一齊再見家長，好嘛？好啊好啊，潘 Sir，咁啊唔好唔記得，我哋亦都係到時會有更多嘅嘉賓呢，即係帶嚟更多唔同嘅資訊啦。咁啊，又可能有學校院校代表啦。咁啊，到時家長呢，有咩問題呢，就記得呢 mark 低3月22號呢。咁就呢個日子呢，咁啊大家到時再見㗎啦。好，唔該晒，唔該 Brian，各位家長，咁我哋3月22號見，好，唔該晒，拜拜，拜拜，潘 Sir，thank 拜拜。you。